婚林冇特殊的教安客家文化，即摆是拄到传承的危机。根据着客委会伫2022年的统计，全台湾客家的人口数超过460万人，但是会当甲教安客语讲甲真认真的，剩无1万人咯。语言的传承拄到严峻的考验。来自婚林屯培7年级生廖婉婷，看到故乡的人口严重流失，加上在地记忆嘛快速的消失。2019年，伊决定甲翁婿回乡，甲爸爸已经收起来真久的西药房重新来整修，成立册店，号名教安书坊，主打文化体验，成立儿童免费的辅导班。伫资源相对较欠缺的偏乡，来展开一场文化复兴的运动。咱就做伙来看这温暖人心的故事。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不同的童年跟不同的文化体验。大家好，今年头来录动画。我们这边是什么课？对，教安课。最主要是想要翻转偏乡的一个阶级复制。跟小朋友这样的互动中，他们也对在地有认同了，才会长出在地的文化的根。风小鬼了后会伫我前，空气中充满着青草香。看到镜头的要挥挥手哦。来，注意，来注意听哦。等一下我会讲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地上有没有很像一块一块的东西，黑黑的？那个叫做土角。花枝头拍个烧了，个生嫩的农地，是上适合囡仔佚佗、古早味的游乐场。哇塞，这块太大块了吧？那是巨无霸哎！同学，你在搬什么啊？泥土。你在搬泥土啊？你搬泥土要做什么啊？就是要来烤地瓜。烤地瓜。空头油、行汉字，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平凡的生活日常。随着时代演变，这项休闲生活路对真侪婚龄的庄稼囡仔来讲，已经不切快乐。之前有控油过吗？没有。真的假的？你第一次控油？对。那今天体验感觉怎么样？很热。要把它慢慢的堆上去。土块不能在里面。不能在里面。来这里，好，来这里，这里有那个洞的，来小心。一个抱一只啊！哦，你要用土哦。4年假扮。好，那我们去用。靠背掉，不是特别累了。走。小而巧的反而快成功了。对，没关系哦，这个团队活动最怕的就是以前玩的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有时候比较调皮，会去偷摘人家的水果，还是干嘛的啊？对啊，对啊。现在很少机会也可以控脚了。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下一代像他们以后就不会了啊。对啊，你不教他，他们也是没办法去体验的。小汤汤盼公公的行行市出炉，小朋友继续前往后一站，找找在地基地。精心安排活动的带路人是婚林的返乡青年廖婉婷。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不同的童年跟不同的文化体验。对我们这一代是回味小时候，对小朋友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如果他们现在没有体验，他们以后也没有东西可以回味。我们这边是什么课？对，教安课。教安课有很多腌制的文化。那等一下我们在这最里面呢，就是有我们的阿嬷们会教大家怎么腌冬瓜。请同学把名字签完。生业的文化是婚林教安客家人敬天孝物的特色。这节文化体验可以做到，是70万岁的在地时代花花阿嬷。这个你看哦，里面不要太多，知道吗？就刮头进去。这边。我们俩就从古早就录了的昆族的冬瓜，你讲录冬瓜就安。抓盐，多一点不要紧，再多一点，100，太多了。好，甩开。我们这里人家都说我们是奥客，7点客7坎卡，人家7坎卡，俩出做，我是原来好容易呢。我来俩好讲卡的呢，我唔系正经卡人呢。
年旧历的10月28日，是云林仑背乡乐厝社区一年一摆社平安的大日子。囡仔实际体验亲情文化，将故乡的美好内化做未当取代的人生经验。小朋友在看的是我们今天谢平安呢，炉主每年都会请的一个布袋戏谢神的部分。那个进行那个撒糖果，就是祈求分送平安的概念，这样，所以小朋友都抢得非常热烈。换你说说三界公的故事。有哪3界啊？1天空，2地3水。我最喜欢空游，跟大家一起合作叠出来一个空游的那个一个很像堡垒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最传统、最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如果其实我们都不传承的话，其实小朋友都不知道哦，今天谢平安要做什么。因为以前会有大拜拜，会有吃半桌，但现在其实家家户户都很少吃半桌了。那我就把这些文化呢，用教学的方式呢，教给小朋友。云林仑背乡是台湾目前少数还有在使用诏安客家话的乡镇之一。2022年客委会统计，全台湾的客家人口大约有466万人，但目前能够流利使用诏安客家话的人数已经剩下不到1万人。今年有客家青年回到家乡，努力抢救在地记忆。我们过马路哦。70年厝的廖婉婷是云林仑背人。2019年，伊甲翁婿等下到故乡，甲时间比赛，展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线杆有没有？因为之前这边是有一根竹斧的，这边就是那个罐子是他们插香的地方。这是当地特有的文化，我觉得蛮特有的，因为通常都只有5营，东西南北中，但我们这边就是1个营就是1支，但是这其实很少人会知道。对，所以我们还有设计一个就是走读手册，让小朋友去找找看，他可以找到多少只竹斧。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其实比较少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乡，因为会觉得好像就真的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对，跟人家说哦，我住仑背啊，仑背在哪里啊，都没有人去过，也没有人听过，不想分享，因为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对，然后也没有看到可能会属于家乡的一种归属感。然后我们就是有个老家老房子，然后现在老实说，我们那个聚落已经剩大概2、3户而已，大家都北漂了。对，然后说我们也很应该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才想要回来做这件事情。对，就是保留文化啊，保留我们的老房子啊、老建筑，虽然真的非常的难，对。就是我们努力。抢救故厝是廖婉婷返乡的心愿之一，伊将老爸天业正贵西药房整修换新，改建做一间小小的厨房。好，我们这边是我们老家，以前是我爸开的西药房，那现在是我们的诏安好办屋、诏安书房。进来吧。所以你们现在站的地方其实是之前就是摆药柜的地方。然后，所以那个玻璃门什么都没有变。大概我3岁以前是开药局，然后后来就收掉。然后就是从服务社区的健全药局到现在陪伴社区的我们的诏安好办屋。这个电视机呢，里面的图呢是我们社区的阿公画的，然后文字是我写的。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小朋友知道，就是从这个很可爱、很有趣的互动中学习一些简单的客语啦。其实我们在这边是诏安客家文化，但是会讲的其实基本上就剩下我爸爸以上的那一代的长辈们。我们这一代虽然在学校会学，但是离开学校之后，他们没有那个环境，他们就会不想讲，也不敢讲。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必须要生活化落实的部分。透过阅读陪伴囡仔，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伊看到后一代的教育当面对着危机。因为我们学期末我们都会帮每个孩子选书。然后我第1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小朋友打开那个包装之后，他跟我说：“老师，这是要送我的吗？”我说：“对啊，你就回去看啊。”我说：“可是书很贵耶。”我说发现啊，原来书很贵吗？他们家是不买书的，所以如果家长没有带他们去图书馆，他们没有自己去学校图书馆看书，他们没有办法有课外读物这件事情。我想要把这件事情从小就让孩子有阅读的习惯，然后他们除了不要局限在这个小小的乡镇，就觉得小小乡镇就是他的全世界。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2楼看我们的综合教室。了稳定的翁婿王信杰，过去捌做过将近10档的教育工课，伊伫旧厝2楼放读册桌啊，每礼拜免费提供1天的辅导活动，决心翻转偏向教育。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班规，还有班规哦，班规，就是跟他们讲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不能讲脏话啊，不能中指啊。乡下的家长基本上都是双薪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或现在又更多是新住民家庭，家庭功能会比较缺乏的，大概就占了3%。很多学生都其实他本性不坏，但是他就是缺乏了关注度，还有他不知道他自己应该要怎么去学习。接下来就会邀请他们有回家作业。我曾经教一个小朋友很生气，我说为什么事情都习作都不写？然后不然就是乱写，不然就抄别人的。然后我就说阿公讲说，阿哥安功课拢不爱写。我老师你卖对一下派啦，一直戆啊，伊要大汉就对我起低就好啊。为什么你可以允许他在这是他的学习，他的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你就让他放弃了？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从学生去改变他的观念，然后再从家长，再从他的主要照顾者去让他知道说他真的应该要怎么样去引导小朋友跟教育小朋友。这块田就是我们承租下来主要就是要让小朋友去体验农耕，可以玩土。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农村才有的一个福利。所以老师，你刚刚是有说小朋友亲自来做了之后，就觉得说其实做农蛮辛苦的。对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喜欢读书啊，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读。对，我说老师，我突然发现我对读书的热情真的很大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要翻转偏乡的一个阶级复制，然后会觉得说陪伴自己的小孩之外，我们还可以陪伴更多的孩子。偏乡的小朋友其实真的不能怪他们学不会，因为他们也没有东西学。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书店把它变成照安客语跟偏乡教育的一个加速器啊。今天是我们的1年1度的谢平安，然后每年呢都会有吃饭桌的活动，吃平安。社区的巷仔内，古早味的板凳老在顶场。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准备了我们这在地村庄，就是东兴国小1到60届的毕业照，对，然后让大家就是回来故乡之外，还可以看看自己的老照片。我现在64岁了，64岁50年次了呢。你最怀念国小？很多事情。被老师打。对，被老师打。那你怎么被老师打？有时候迟到啊，看布袋戏啊。基本上我们一回来，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看，那等着看好戏的也有。目前为止，我也觉得大家才慢慢的懂我们在做什么。回来之后，我才慢慢的在找，我们这边是客家地区，但是为什么会不见？我就觉得应该要把那个照安客家的语言跟文化把它传承下来。小大毛来3届到卡数是什么？很新鲜。然后我们回来了，长出了根了，然后跟小朋友这样的互动中，他们也对在地有认同了，才会长出在地的文化的根跟爱故乡的一个认同感。我们这边乡下地方难得晚上还会有这样的小夜市啦，对，然后热狗啊，然后棉花糖啊，这种弹珠可以换礼物，不是就是庙会才会有，然后就是很期待爸爸妈妈可以10块钱也好，我们可以玩个一次，有个可以换小礼物、小奖品的机会这样子。老师，你多久没有打弹珠了？现在有小孩，所以没有很久。我们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吗？所以像这个就是你小时候必玩的。对啊，我觉得很好玩，很舒压我们想要照顾家乡小朋友之外呢，还想把这些文化也保留下来，让小朋友也知道说我们这边这块土地上有这样子很特别的照安客文化，对自己的家乡有一些认同感。那他们不管去到多远，都会想要回来家乡。翁仔某用爱甲陪伴，替后一代打造更较好的未来。
高雄深耕计划以客家做名字，继续启动出发。